洛杉矶天使队与外野手楚劳特达成协议，即将签下一笔为期12年、价值4.3亿美元（约新台币133亿元）的延长合约，金额打破美国职业最高纪录，等同每场赚新台币683万元。27岁的楚劳特 Mike Trout 是美国棒球界公认的顶尖球员，明星中的明星。他自2011年升上大联盟以来，近7年成绩都是1等1 ，7次入选明星赛，2度拿下联盟年度最有价值球员。楚劳特与天使先前的合约原本到2020年，这次双方同意延长合约，带有拒绝交易权、无跳脱条款，代表楚劳特从2009年参加选秀，17岁进职棒，一直到2030年他39岁，全都效力同一队。楚劳特是棒球界的巨星，功成名就之后还是过得很简单。他与相恋11年的高中女友结婚，休季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跟打猎。如今楚劳特与天使这笔合约金额不止超越了哈波 Bryce Harper，2周之前与费城人签下13年、价值3.3亿美元（约新台币101.8亿元），成为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最巨额合约，更是美国4大职业之最。未来12年，楚劳特平均年薪3583万美元，约新台币11亿元，每场例行赛赚22万美元，约新台币683万元，每个打席等同赚进约 6.6 万美元，约新台币204万元。ESPN 报道，楚劳特合约金额刷新了美国4大职业的纪录。美国职篮 NBA 最高额合约是为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与奥克拉荷马雷霆的 2.07 亿美元。职业美式足球 NFL 是莱恩 Matt Ryan 与亚特兰大猎鹰 1.5 亿美元合约。职业冰球 NHL 是欧维契金 Alex Ovechkin 与华盛顿首都队的 1.24 亿美元。与楚劳特在小联盟头2年当室友的天使队友史凯格斯 Tyler Skaggs 说，楚劳特是棒球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球员，他当然值得这个价码，甚至是5亿、6亿、8亿都值得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今天与他视讯通话的时候，非常有电影征服情海 Jerry Maguire 感觉。